主后2024年10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结项中的希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耶利米书46章第10到28节。关系列国，上主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针对埃及，关系埃及王尼哥的军队，因伫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，伫幼发拉底河河边的加基米斯，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拍败，就准备大势屯排出阵交战，就讨马鞍骑马排队戴头盔，满枪穿战甲。毋过上主讲，是安怎我看到因惊吓铁蹄，因的勇士刣输，拼性命逃走，毋敢回头，四周围充满恐怖。上后走的嘛走袂离，连勇士都袂当逃脱。伫北方幼发拉底河河边，因拢跋倒爬袂起来。这个亲像尼罗河涨满，亲像江河野涌冲悬的是甚物人？是埃及，伊亲像尼罗河涨满，亲像江河野涌冲悬。伊讲：我要涨满，要淹满全地，我要毁坏城镇，消灭遐个住民。战马冲啊，战车突击，掠盾牌的古实甲佛的勇士，开弓的路底仔军兵冲出去。即日是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报仇的日，伊要刑罚敌人，刀剑会吞食，食甲饱，会啉血，啉甲满足。伫北方幼发拉底河河边，有祭物要献互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。埃及人啊，着去基列找乳香，恁食遮济药仔拢无效，袂当甲恁医好。列国有听到你受的凌辱，全地充满你哀哭的声。勇士甲勇士相弄，两个做一个跋倒。下面是关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埃及，上主对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。着伫埃及报扬，伫密达宣布，伫明菲斯甲达比勒宣布，讲着排阵准备作战，战争会吞灭恁一切所有的。恁的勇士是安怎跋倒？因为上主甲因车倒，互因徛袂牢。因战败四散，大家三吞达，互相讲：起来，咱倒来去咱的本族，倒来去咱的故乡，闪避欺压者的刀剑。因伫遐话讲，埃及王法老简单会晓讲大声话，伊已经失去伊的机会。大君王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记我的性命立誓，尼布甲尼撒来的时，伊会亲像超越正山的塔泊山，亲像伫海边的加密山。埃及人啊，着甲收掠要用的物件款好势，因为明菲斯会受烧毁、塌方，无人徛起。埃及是肥可水的牛母，毋过对北方来的牛氓已经够啦，因已经来啦。埃及请来的兵，亲像叼来肥的牛仔，因拢铁蹄逃走，毋敢继续交战，因为因患难的日来啦，受刑罚的时已经到啦。
埃及逃走亲像蛇得蛇发出声，敌人要规阵做伙来，亲像插树仔的人举斧头甲伊插掉。上主讲，伊的树林虽然真暗，敌人嘛会甲插了了，因为敌人比草莓较侪，袂算得。埃及的人民要受侮辱见笑，因为互北方的人征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看，我要刑罚底比斯的神明阿文，刑罚埃及以及伊的神明甲君王，我嘛要刑罚法老甲所有倚靠伊的人。我要将因交伫爱要杀因的人的手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甲伊的人神的手。毋过，埃及将来会阁有人徛起，甲早前共款。上主安尼宣布：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，以色列毋免失志。我要对真远的所在解救你，对你受掠的地解救你的后代。雅各的后代会倒来家己的乡土安居乐业，无人会阁互因惊吓。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，因为我甲你同在。我赶你去遐个国家，我要甲因完全毁灭。你咧，我袂甲你完全消灭，毋过袂当无刑罚你。我要照公义管教你。上主安尼宣布。劫项中的希望，埃及好亲像以色列的年母，每当以色列人遭遇困难，总是抱着埃及的大腿。譬如讲，雅各的时代拄着饥荒，因为约瑟伫埃及做大官，雅各全家就迁入埃及，通得到食穿无欠。总是好景不长，以色列人沦为奴隶，命运拢操纵伫埃及人手中。面对压迫、性命受剥夺的危机的时，因呼求上主，上主就出手拯救。这拄好是出埃及的故事。当犹大国遭遇巴比伦攻击的时，约雅敬王为了摆脱巴比伦，也寻求埃及的帮赞，总是处境并袂互因得到保全，反倒沦为埃及的附庸，甚至最后也互巴比伦歼灭。若是拥有强大军备，自看亲像尼罗河涨满阴坎大地，无人会当逃脱的埃及。当上帝展开审判的行动，终究不堪一击。伫先知耶利米宣告上帝审判埃及的信息了后，耶利米书作者刻意留下上帝要拯救伊子民的信息。伫列强宽恕遭灭国的处境中，人要看到希望，就亲像伫幽暗山洞的劫项中看见亮光，导向得救的愿望。伫应允中，上帝也宣告伊的子民，无要搁再踮伫恐惧的阴影下，因要对流亡的所在回归故乡。上帝要拯救因，这个应允对因为毋听趁上帝受管教，经历亡国受掠的以色列人来讲，这是真大的恩典。有一句话是俗语讲：靠山山倒，靠人人跑。这透露出人踮伫世间要找到值得倚靠的对象，并无容易。那呢，谁是真正值得倚靠？伫耶利米书不断释放一个信息，就是爱忠心倚靠上帝，只有上帝才是上可靠的保障。
是想事拯救的愿望。精良的武器装备、雄厚的财力，也是广大的行销，无拄拄就会当带来稳妥的生活。只有坚定信靠上帝的应允，佮顺服上帝的指引，行伫真理的路，才会当经历上帝的保护。就亲像先知所宣告的：“我的仆人雅各毋免惊，以色列毋免失志。我要对真远的所在解救你，对你受掠的地解救你的后代。雅各的后代会倒来家己的乡土，安居乐业，无人会阁互因惊吓。”近年来，中国不断文攻武吓台湾，伫国际各种场合打压台湾，不时以军机、军舰四围绕台，企图制造紧张甲对立冲突，打击台湾人的信心，佮不时发动网军散布假消息，扰乱认知。今仔日台湾的处境，就亲像当年犹太国受中国宽恕的情形。但是伫这危机中，咱并无需要一味向敌国讨好、委屈求全，反倒当是爱确信家己的身份，不断壮大实力。虽然还亲像伫劫项中求生存，也要面对真侪挑战，毋过只要努力调养、射养、摄放一光，总会找到出路。上帝就是迄个光，永远拢伫遐。默想，伫摇摆不定的时代，我要靠向啥？啥是我真正的倚靠？伫摇摆不定的时代中，我要靠向啥？什么人是我真正的倚靠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伫历史中掌管一切的上主，求你帮助我伫各样的困境中，犹原倚靠你，互我伫看起来若像无啥物机会的处境中，会当透过你的话语得到启示引带，亲像伫黑暗中看见光一样，心存喜乐和愿望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